来继续来看台北士林三级的古迹朱涵宫，讲话里的庙门的门神是已经过往的国宝级的大师陈玉峰的作品。结果2年前，这个西班牙的男子港喷清洁剂用倒布来切，有一部分的门神转来褪色，迄个外国人方罚款15000块，庙方研判已经无法度修复，若要重新制作，就要开1000万。 就比较深，他那时候比较严重，然后我们请人来处理一下，光那个固定费用就要花2万多了。门神金小宝腰带部位明显有褪色，一把国宝级的画作，在台北市士林区3级的古迹朱涵宫，已伫2年前后毁损，庙方起一日提出告诉。2023年的8月，犯案的人就是这个西班牙查甫人。 伊半暝啊啉烧酒，走到朱涵宫，手提倒布甲女娃含清洁剂，女人的庙门愈加落惨，涉嫌毁损风格，共判15000块罚金。严过伊解释讲，伊的本意毋是毁损。我爱台湾的寺庙，y antes ya he estado trabajando restaurando otros templos. Solo pensaba limpiar ese pedacito. Y al día siguiente ir y decirle al responsable, oye, mirad que yo soy tal persona, fan feng shui, 我是一个艺术的，我会画画。西班牙查某人讲家己是艺术家，严过伊无争取到庙方的同意，就家己动手，庙门恐惊是真歹恢复。因为这帮门神画是已经过身的国宝级的大师陈玉峰所画，就连高雄基点的天后宫、北港的朝天宫等等，拢有伊的作品。 庙是重建了后，士林的朱涵宫加做大师伫北部唯一的遗作。我们准备搬到后面，这个大概会修补一下，然后变成那个古迹展览。新的门在外面已经都弄好了，那个水准比这个更高，总共我花了1000多万。 无法度恢复已经过身大师所画作品，庙方真无奈，讲未来敢来当地庙练点事，修理庙门，恐惊爱搁开9000万，也无法度叫西班牙查甫人总赔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